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9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廉市议会前议长李全教被判议员当选无效，由着同选区的民进党议员王俊潭进行逮捕。19号上午伫廉市议会进行宣誓就职典礼，多位民进党议员甲地区的乡亲拢到场观礼，表达恭喜。伫济民进党议员甘世林以及来自药井、南西、南华指定乡亲的观礼甲见证之下，议员逮捕当选人王俊潭进行宣誓就职。伊除了感谢乡亲到场支持，也对台南的市民表达抱歉，强调未来伊将会配合市政甲党团，尽全力为乡亲服务。这道我虽然选输，变甲咱的市政要推动。咱议会无甲无煞煞，所以呢，我是甲咱抱歉。再来要感谢咱所有大台南市遮的好朋友，全国性遮的好朋友，大家关心我这局刑事责任者，所以呢，我伫遮借这个机会也感谢因大家关心。只要我宣誓了后，我就职了，我会配合市府推动咱这个市府市政的顺序。配合党团继续来努力。伫李全教被判议员当选无效以后，同选区的王俊潭伫今仔日正式宣誓就职，所来阁有2档3个月任期，会当为地方服务。这议会同仁甲乡亲拢以行动支持，对伊表达恭喜之意。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营都市计划为民国51年公告迄当阵，已经将破爱街贯穿到民生路列入当中。不过因为用地处理无法度完成，专案煞一直拖。自从6当前，地方内省人事甲议员联手不断定情协调，上午总算传出市府已经正式编列2700多万，要来开辟的好消息。现况破爱街到即站，除了挡条的无法度通行，嘛无法度通到三星街这大条路，互社区居民出入相当困扰。毋过，其实新营区都市计划民国45年11月就发布会当开辟，却受限用地处理甲财政衰直拖。毋过，这6当来，当地里长甲热心人士结合议员力量，一直争取真情，终于传出教育局伫106年度预算正式编列，会当开辟甲征收的好消息。他说讲市政府啊，无要让咱清楚哦，我的个性拢绝对会坚持到底啦。嘿，你啊20年、30年，我会拍拼啦。啊，好佳再等到咱这个李议员、李退主议员哦，伊真热心。真正替咱新营区的居民，来服务，这是咱新营区的每一个百姓啊的福气啦吼，也是靠咱李议员，他嘛做支持来拍拼，所以到尾啊，拼到尾啊，我讲爱冲，冲到尾啊，市长一定答应啊。经过在地，咱包括咱王技师，包括咱所有几啊百名的咱的市民里面的这个争取。啊，我嘛来甲这个市政府，咱过去咱的工务局的局长，啊，真的吴副市长，啊，包括今仔日到场的咱的林彦山林副秘书长来争取吼，啊，经过咱罗市长的同意，嘛来甲这个用地咱道路处理的这个预算来编入去106年的预算，啊，伫106年土地处理了后，就是会当来这个开辟咱最后咱破爱街最后1里路吼，会当甲伊完成，互咱。新营区咱这个核心区域，长期以来无法度发展的这一寡障碍、一寡瓶颈，甲伊抛通，啊，互咱规个新营咱核心会当得到一个再一次出发、再一次发展的机会哦。上午市府副秘书长林彦山、工务局等相关单位嘛陪同议员李推指到现场会勘，以向住户说明，市府正式编列2750万元预算，将采取一摆发包。新营区的议员包括咱立法会内赵坤仁议员等咱李退主议员拢真关心这个案所以过去是因为财政的问题预算的问题，所以到今年将
这条路的工程跟征收费用，然后已经编列在明年106年的这个预算里面了希望把这条路打通，让这个地区的居民呢的出入然后更方便一点破坏街道路开辟完成以后，除了地方有利便的生活动线，相信对社区发展更是有大大改善。第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新兴障碍者就业博览会9月24号将伫善化区文康娱乐中心登场。这次总共有50多间厂商提供1000外职缺，欢迎想要找头路的新兴障碍朋友好好把握这摆机会。由市场赖清德以及侪侪企业团体等单位做伙为9月24号的新兴障碍者就业博览会做宣传。这次总共有50间厂商提供1000外职缺，希望为新兴障碍者顺利找到工作，也协助企业找到适合的人才，让企业会当符合规定，创造双赢。这个公司也好，政府也好私人机关也好，其实法律拢有规定啦，就是讲你请偌济人，你定公司拢共有偌济人，你就爱请偌济比率的身心障碍者，这种法律拢有规定所以台南市拢共法定的身心障碍的工作者，大概占95.几%啦，95.几%。那伫全台湾平均差不多90%。咱台南市是身心障碍者朋友的禁用，还没有到100%，但是是超过全国的平均值啦，大概很接近，我们是排第2名，接近第1名的高雄一点点，差那一点点。所以咱还阁有，无论是讲要做比其他的都市较好。也是讲，咱还阁有4%外的这个目标爱拍拼，其实咱大家拢爱继续搁努力，这次的新兴障碍者就业博览会9月24号伫善化文康娱乐中心登场，现场提供包括制造业、餐饮业、保全业等多种的职缺，互民众选择。同工投入力，阁有精美礼品甲摸彩活动。另外，现场阁有真侪大型服务，亲像免费彩妆义诊、视像掠铃、手艺翻译等等，欢迎民众踊跃参加。台新闻扎山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台南国际生物科技20展览9月23号开始，连续4天，将伫南纺世贸展览中心登场。上个侪厂商嘛以因创新创意的研发商品，要来吸引消费者的眼光。经发局表示，生物科技20已经是新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未来商机无限。伫经发局长、生技联盟、生技20等相关代表性的厂商拢到场之下，嘛宣布9月23号开始，伫南纺世贸展览中心一年一度的台南国际生技20展览将正式开始。市府表示，对新政府上台以后的5大园区建设，台南就占了2项优势，发展的前景看好。不管是生技或力能这2个产业，在台南其实已经凝聚的相关的一个聚落那我想，不管是在产业方面，不管上中下游，其实应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这个新政府上任以后，推了5大这个园区5+2。我现在讲5大园区，其实2个跟台南是息息相关。伫市府大力推展生技20产业的同时，民间汇集的力量来整合行销，更是难能可贵。联盟的角色也扮演着，就是协助厂商去，做一些产学研计划的申请降低这个厂商在研发的成本，然后提升在产业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这是我们这个联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同时在食品安全部分的话，我们也会持续呢配合台南市政府呢在推动整个在生技产品的这个安全的部分的一个实施让大家能够在使用联盟的产品呢都能够比较安心。今年展览220间，超过450个单位，加上公部门的参展，都来再创历年来新高。当中创新创业产品开发更是主要的焦点。
因为其实基隆方式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泡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透过我们现在用基隆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泡茶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而且透过我们因为像我们这样泡下去有花瓣在里面漂浮的概念的话，第一个我们追求简单，再就是它有美感存在。你看到淡淡的颜色慢慢晕开了，然后在喝茶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家觉得普洱茶是很健康的，但是大家觉得普洱茶泡茶好麻烦。然后如果是透过这种模式，3分钟3秒钟的时间就可以透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去喝到一杯很好喝的普洱，而且这全台湾目前只有我们在做，而且是我们目前的专利技术。像我们台湾天气变化很大，而且海洋型气候，天气变化的时候都会潮湿，那很多老人家气血循环不好，然后现在很多年轻老人他们都很着重于运动的部分，那运动过量的话，我们肌肉会引起酸痛，那我们药厂它就主推一些像这一系列的产品，帮助我们舒缓我们的经络，然后呢，让我们在运动当中呢，在我们的酸痛的部分它可以降低，对，所以我们的产品在运动前、运动后都可以用。到时对9月23号开始，为期4天的展览以外，有超过30间业者提供2000外的工作机会，加消费抽好礼活动，欢迎民众踊跃来参与。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人爱读册。在激烈竞争的房地产代销当中，咱在地不动产集团为了提供是要买厝的朋友有一个较无压力的下顺环境，特别行出公司建立社区，结合公司所有资源来行销，除了要予有需要的朋友一摆满足，同时佮提供代书、税务等专业服务，欢迎有需要的朋友21号进前往了解。为提供最近想要买厝的朋友一个轻松无压力的环境来洽询，有不动产集团特别组织和顺利活动中心来举办展售会。展览期间，除了100位业务提供上千笔的物件，也集中公司的行政资源，推出专业代书的咨询、甲买卖安全等讲座服务。伫即种参照新厝接待中心的专心宣传手法，敢若拜六礼拜都有300-400组人客来了解。业者表示，不管成交率如何，对公司的形象来讲，已经是一种创新整合的行销。这个展售会跟一般传统的一个店头式的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会把我们整个一个物件集中在这个会场。让所有要找房子的人他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他可以用一个非常轻松的心情来这个会场去找到透过我们的专业人员去把它配对做房子，很快速的配对。那在这个期间的话跟我们以前观察在带看所有客户的时候，接洽时间都拉得非常长。那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那个业务的话那个跟客人之间可以很精确的把他们的需求都找出来，这样子。每一天的下午2点都有一些像我们有侨务建金这是我们我们这是做一个履约保证的公司会来我们现场做讲座。那我们在礼拜3的话也有一个命运风水居家风水的老师假如说有居家风水问题的朋友也可以来我们现场做发问，这样子。1到21号的房地产展售会，有需求的朋友不妨把机会前来了解，兼才有料想未到的收获。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南会宜兰灯庆祝主妇潜水圣诞，将庙会活动加入公益元素，做好社区长辈。伫庙埕举办免费的养生礼灵，互民众放轻松，疏解日常生活压力。
中西区金南会义兰堂为着要庆祝朱父千岁生日，甲议员洪玉峰服务处建宁点穴用心合会合办黑道调理活动，将以往吵吵闹闹的庙会活动转成为社区长辈的关怀活动，也互宗教活动公益化、优质化。议员洪玉峰到场亲身体验，伊表示，伊每一个礼拜拢会来练灵一解。用来用心保健身体，它就是透过点穴的这样子，达到我们那个身体里面，让气血能够循环作为调理养生的功效。它不但是有学理上的依据，而且透过技术的一个结合呢，能够达到这样子一个养生的目的啊。所以这个多和等着阮迄个宜兰等金南会迄个新明生啊，所以我想我们也要支持这样子一个宗教转型变成利用不要那个传统的庙会活动啦，那转型关怀社区啊，所以的和阮服务处加着咱建宁点穴养生协会，大家一起合作来关怀咱社区在长辈嘛，希望透过这个点穴建宁老师大家这个服务呢，互咱社区内底在长辈呢达到一个养生的效果。台湾建宁点穴养生学会是一个专治调理外症里面的酸麻皮痛，还有内症脏腑牵调的一个整体调理的一个手机医疗关于手机医学方面得知于我们创会会长那个邱锦亮教授在台湾开枝散叶，然后我们目前学会里面有108个学会员。那这一次我们到场的学会员有将近35个会员谢谢这一次提供我们这一次这么好，能够为广大的社会群众服务的一个机会。庙会庆祝活动随着时代潮流演变，加入无同款的元素，免费提供练灵服务，造福百姓，对民众来讲是一件好代志，对庙方的形象也有加分作用。议员也表示大的娱乐。单新闻网早采访报道。观众朋友，你敢知影要安怎为人骨看会出是男性也是女性？台南生活美学馆第19号邀请到树果生活科学馆的朱正仪博士，亲自为大家讲解人骨的特征，并且为当中对当知影骨头主人的溃缩，甲再生进程的状况，互在场的民众感觉趣味佮稀奇。女孩子因为她要生产嘛，她要生产，所以说她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叫耻骨弓，它比较大一点，所以它大的话大概要90度，她小孩子才出得来。那男孩子不用那个嘛，所以男孩子他是要60度，所以它是食指跟中指的这个角度。对骨头的形状，地当看出是查甫还是查某。由台南生活美学馆甲数据文化基金会合办的秋季缤纷绘本展。第19号邀请朱正仪博士亲自为大家解说，对骨盆的大小、骨骼形状、分辨男女、岁数，可会当知影在生进程得到的病，互民众感觉真稀奇，嘛会当更加了解考古的特色。就亲像是进入史前博物馆。考古它这个整个，虽然说它这个好像很罗曼蒂克的一个学问可基本上它很多科学的知识在里面。那么也希望透过这个展，让小朋友可以知道真正的考古学的一个特色在哪里。那我们今天特地把一些人骨带过来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考古学家或者一些法医学家，他如果从骨头里面去看出这个人的性别、年龄、一些生前的一些生过什么病那他的族群或他的一些特征，那我们慢慢会说明说这些特征只会从骨头上面去显示出来。秋季缤纷绘本展对9月3号到10月2号，淡台南生活美学馆正式展出。现场除了有上界特别的人骨复制品，也有济考古的绘本、史前文物、亲子活动区，让大人囡仔有一个无同款的考古新体验。单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知名澳洲因幼儿品牌19号正式伫南港购物中心开幕，而这间也是南部地区唯一一间旗舰店。品牌以囡仔的安全幸福为出发点，提供南部的父母更较侪安心的消费选择。
请剪彩，谢谢。意大利婴幼儿品牌 Kiko 19号伫南胖购物中心盛大开幕，是南部规模上界大的旗舰店。Kiko 以囡仔的安全幸福为中心设计，除了囡仔衫、保养品、玩具、多功能婴儿床、新产品安全座椅，嘛会当以囡仔的高度做调整，1路到7岁拢会使使用，亲受姐姐父母的喜爱。照顾小 baby 的这个的人呢越来越多，然后他买的东西也越来越精致，所以我们意大利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商品呢就越来越好，越来越精致，所以我们在台湾的这个业务的发展越来越蓬勃，所以我们也不惜重金引进意大利原装的这装潢的原因也在这个地方因为现在小孩子的那个的因素少子化的因素，所以会让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希望他能够用更好的这商品。那我们也有你知道我们 Kiko 是意大利的时尚的品牌，所以我们的意大利时尚的这个服饰也我们当然一定要引进，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希望，而且我们的目前意大利 Kiko 是目前全世界它是全方位的品牌，你大家看不到是这样的一个，因为它从衣服啦、推车、汽座、保养用品包括它的那个纸尿布啦，种种的商品全应有尽有。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们 Kiko 是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规划。新开幕期间，专管商品八折，提供在地人较侪优惠的选择，嘛互囡仔安全舒适的生活用品。欢迎爸爸妈妈前来安心选买。台南新闻专栏中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西群短暂顺雨，也则是微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记录4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室外顺风8级。感谢你收看9月19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田雅珊，咱再会。